为什么没有？音量测试，音量测试。音量测试，音量测试，音量测试。有啊，我在听手机的。好像好一点哦。有好一点，一点吗？我找到问题了。是哦。你听听看啊。我手机现在没有拿这里。来，吉他2，看有没有声音。
出还是有一个问题耶。所以我说吉他你干这么干的输出，它听起来很难听啊。我没有吉他我的那个手机在楼下，我的听起来很干啊，非常干。哦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它是这样啊，这个吗？按下去这边其实可以调。这是谁啊？哦，对，这是输出吗？这是什么？对啊，输出的。15，试试看。不是。刚刚还是用0啊。现在活着。应该是 gain 啊，没有，应该是 gain。应该是 gain。听起来应该是 gain。你再讲。来。那个就没有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gain 就是强化它嘛，然后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我现在用0啊。对，那个是用0没有错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哪一个 ？Trees。哎，有啦，有大声了。没有，还不够，还不够大声。那就 gain。你来听。我们用1半嘛，就是。好。最大18。18会炸。我先到10就好了，10。然后 trees 这个。有啊，我讲话，我一直在讲话。现在活着的。这支麦克风音量在这里啊。这是麦克风音量这个吧？不是，你先听。啊。重新讲一次。等一下，我把全部都关掉。你现在听到有回音，对不对？好。你现在听。你再讲个。好，我现在在讲一个。讲个梗，抖个包袱。抖包袱，抖包袱。嘿。变哦。对，你听到？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重点是这个，你把这个打开来，你再讲一次。抖包袱，抖包袱，嘿嘿嘿嘿。没有，还没有。有没有？回音就出来了。所以你要有共鸣，要有回音，你这个要开，一定要开，你不开就不行。可是所有都是扁的。可是我们现在这有比较好了吧？什么？你说是直播音量？没有啊。直播音量还是小声是不是？那我同时调大好了。如果我这边我用5，然后我这边我 gain 已经到最大了啊。喂，测试，现在测试。gain 5 dB stress 15.2 ratio 4 dB
，dB 增5哦 ，dB 增5，关掉诗班。目前测试，打开诗班，打开诗班测试，打开诗班测试。可是现在声音有比较大了，对，声音应该是 ratio 这个东西啊 ，ratio 用1:1啊，4:1可能是4:1可能是只有1/4的输出，现在1:1输出就比较接近，然后我们现在再开始调，所以是什么？你查，我手机在楼下，我手机在楼下，我要下去开个，我下去一下，全部打灯。好，要不然你现在听听看啊。哦 ，Auto Slow Option Manual RAM Auto Slow Auto 哦。诗班，都对这个位置好了，然后吉他。如果10班多一点，这样子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忧伤。嘣嘣嘣嘣，嘣嘣嘣嘣，古钢琴，这个都调高。哆哆哆哆，是会这样子，这样10班大声一点，咚咚咚咚，噗哧咔噗噗哧咔噗。我属于你，
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。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黯淡，除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黯淡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我属于你。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。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黯淡，除你以外，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能不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更多爱你。能不能就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
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